哎，陆景，来，正好找你有事儿。干嘛？能不能帮兄弟我一个忙？说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带我一朋友玩，没好心情。就1个月，哥们儿，我明天要去修行了。谁呀？就一朋友，女孩子，特别温柔，特别乖巧，特别何子晶。陆晴，你开天眼了！新手都有一个落地成盒的阶段嘛。不过啊，我这个朋友悟性特别高，真的。好处，限量版钢铁侠手办。行吧。好嘞，回头让他加你微信啊，不许反悔哦。这么快就打来了？橙子，我给你安排好了啊，等会儿推荐个微信好友到你手机上。我这位朋友操作一级棒，你就放心跟着他吧。好，知道了。快乐舔狗陆景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人。你把我朋友加上了吧？没呀，谁让你给我介绍个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你朋友呀，什么快乐舔狗，不会什么饥渴男人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你等等啊。什么时候换的呀？这孩子净给我添乱。哎，橙子，他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生，品学兼优啊，你赶紧给他加上吧。行吧，拜拜。快乐舔狗，我倒要看看你什么品种。你好，我是芋头的朋友。哎，我那方法是不是挺灵的啊？是不是没有女孩加你微信了？哇，这女孩是勇士啊，那快乐舔狗都敢加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改嘛，改成皇族狂少，怎么样？13亿少女的梦。你好，我是芋头的朋友，麻烦你有空的时候带一带我，谢谢啦。不客气，你账号是什么？我晚上加你。